塘博物馆里这个角落重现彭家祖厝，偌大照片墙，一页家族史。食品企业第2代邱义荣用它说故事。对我来讲是价值的最高，因为它是用钱买的。没有妈妈就没有我们。还有这个祭坛，相传24孝中割骨疗亲的主人翁即是文昌帝君，以孝做企业基底，以此教育。所以本身为什么人家说拜文昌帝，有人拜有用，有人拜没用？假如没有孝亲之心呢，就无功名之户。小店铺复刻版怀念当年母亲的事业，墙面上的训示时时提醒邱义荣要听妈妈的话。以前我小时候不是太听妈的话，妈妈在的时候没有感觉。等妈妈走的时候才知道，我真的做得太差。明白总在失去以后，痛失母亲的打击，在博物馆落成前5天来到，他居然看不到，所以很遗憾。唯一支持我的，这博物馆没有妈妈支持，我就不可能做下去。不让遗憾扩大，邱义荣要继续落实妈妈的爱。所以这一条是你们特别规划在孝亲大道。孝亲大道有24孝的故事。对，有杂货店啊，有妈妈以前还有20孝、100孝，100个孝字，教他饮水思源。对，要饮水思源。所以这告诉小朋友要听话，对，要孝顺。孝顺，就是课语就是生影会躺发，当个电影像。啊，小朋友要听话才会得人疼，对不对？生影爱躺发，当会电影像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传统产业转型为观光工厂，成功的案例或许不少，不过这里是第一个坚持融入孝道概念的博物馆。邱义荣坚持念兹在兹，不忘妈妈的教诲，一步一步继续向前。生影爱躺发，当会电影像。生影爱躺发，当会电影像。